国武汉肺炎疫情也未收煞，用来消毒的醋氯酸水嘛对咧热市。南投道民众讲，卖这款醋氯酸水的业者，敢若是想要趁这个机会趁一条啊！伫咧价值上千万的徛街出货买人，可能伫咧徛街区电解加工伫违法的边界。建设处接到消息了后，随来加查开罚单。我讲你叫啥会出来啊？真的。徛街区唔若听到有人咧冤家，阁有民众摕手机来录影，地点就伫即号。车库无停车，蹲真侪管仔，阁有货车停伫内底，工作人员嘛咧搬货。上陷的是长头白领嘛唔惊，蹲甲那刷的白色的空管仔，加上一堆底货纸箱仔，顶会写讲内底物件就是人咧讲的杀菌水、醋氯酸水。我说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社区，你们不应该在社区里面加工。他说，他们只有分装而已。民众怀疑业者甲徛街当作工厂，佮讲当地最近定定拢会当闻到真极的味。这2天开始有工程车进来吊水塔，然后载一些空瓶子进来，很刺鼻味，就是空气很不好啊。疫情愈来愈严重，若喙暗酒精欠货，醋氯酸水嘛，因为分解了后成分较天然，杀菌的效果嘛真好，变甲真相似。南投有民众逼讲，有消毒工厂的业者，伫这栋价值2000万的大景厝的4楼安电解的设备做杀菌水，刷落透过管线送落楼卡包装出货，利用这个方法，让产量增加。工厂要设立的话它必须要符合它的那个土地使用管制规定啊。如果它在里面就是电解生产分装的话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可能还是要去现场去看啦。南投县政府建设处讲，徛街区确实袂当生产加工，刷落会派人去调查，若是投诉的内容是真的，绝对会发记者综合报道。